想玩 crypto 衍生品但經爆倉，交叉同獨立模式你要識。喺 Bybit 你可以揀交叉、cross 或獨立 isolated 嚟管理倉位風險。交叉用晒你全個賬戶資金頂住風浪，但風險都相對大啲。獨立模式可以為每一張單分開計算風險，爆咗都會連累其他單。但要留意，Bybit 支持最高100倍槓桿，雖然高槓桿可以賺得快，但一唔小心都可以輸得清，所以風險控制一定要識做。落單之前，記得用 Bybit 嘅訂單面板設定好止蝕同止盈價位，幫自己設好心理防線，冇好心存僥倖。依啲功能用得好，真係幫到大家安然過熊市。想分析市場走勢， Bybit 嘅交易界面圖表都超好用， G 點 RSI MAMA 一個 panel 搞掂，睇清支撐同阻力位，做交易決定快很準。未有 Bybit 戶口？而家用我條專屬 link 註冊，仲有高達20%手續費減免，開戶快啲玩翻場，實戰學習，加速成長，安全又抵玩。